继续来看咱台湾的影视作品，这几年来伫国际上是大放光彩，文化内容七进一，特别来参加到香港国际影视展，来选出到《俗女养成记》、甲《天桥顶的魔术师》等等几啊部的作品来参加到展览，要来拍开到台湾这个影视产业伫国际上的市占率。 接近日现实生活的《俗女养成记》一个开始播出以来，风评真好。要天桥顶的魔术师，那是一个人单剧甲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，电影九把刀新作元老。文哲会以超过150出的作品参加香港国际影视展。去年开始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很多展会线上展的方式。那今年文策院也就协助大家好，然后进到这个线上系统来销售自己的内容。文策会用台湾的影视作品开拓国外市场，加强国际行销，增加台湾作品的能见度。除了国内的市场以外，能够打开国际的市场。那也因此，文策院也在协助大家对接国际市场的同时呢，以这个国际合资合制的助攻方案，能够进一步吸引国际的投资人来投资台湾的内容。我嘛讲，伫文策会助攻之下，台湾原创的影视作品赢甲世界连接，作为伫国际舞台上拍出天下。